新北市一个9岁小女童，因为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医生特别来吩咐，伊袂当来跑步。但是这个月初，伊甲老师甲同学来参加着校外教学的时阵，因为赶时间，大家行路都行较紧，这个小女童惊讲对袂着阵，都用小跑步的。安尼袂得咯，伫咧学校的大门口昏倒咯，2位校护随冲出来救命。儿童联庇护要车上吗？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这个囡仔已经无伫喘气啊，随家送去病院。好，协助送去救护车，因为情况真危险。他有评估他的颈动脉跟呼吸都已经确定没有了。另外一边都是。伫病院待10天，总算脱离险境。这个囡仔转到消防分队，多谢这阿静。消防分队特别准备技能股，代表伊重新得到新生。去校外教学，老师的步程比较快，所以小女孩赶不上，她有用奔跑。她那时候医院的医生有跟她告诫说，小女孩是不适合跑步的。如果跑步的话，有可能会造成昏倒、昏迷。原来这个9岁查某囡仔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一岁就动过手术，有时会发作。这摆加在有学校的护理人员。我们这里到那边大概还有2-3分钟的那个走路有一个距离，发现那个没有心跳之后，我们就赶快再压了啊。救人的黄金时间，校护加救护人员联手，才都及时救回宝贵的性命。